农产量排全台湾第3名的彰化县也启动菜市产销链安心防疫专案。今仔日伫彰化市内的果菜市场和田中的果菜市场做快筛，目前检验1000多位的人员全部拢是阴性。人员一个一个照顺序排队等待快筛，因为北农标出新冠肺炎群组，就惊影响到全台湾菜市果子的供应，加上生销商南北往来，增加胃病风险。彰化县也针对县内7大果菜市场进行快筛。主要咧销的部分，就是拢是咱在地，也是讲其他所在来遮在的迄个贩啊。咱总共送200几名，但是我看来排的包括你这边咱嘛有去叫迄个报道迄方面啊，应征迄方面的管。目前你甲看这个人潮，秩序都还不错啦，也蛮配合的。彰化县目前已经快筛1096位果菜市场相关作业人员，拢是阴性。若无时间前往台检站的民众，以及赛后的采检，就请民众家己去县内12间的医疗院所。后续每隔7天一次，就要请我们这些有在前往北农的这些物流业者哈，我们会有12家的采检的医院，请你就安排抽空。在这个7天到期之前去做相关的一个快筛的一个筛检。另外，彰化溪湖肉品市场、产保鲜鱼市场，拢是甲果菜市场同款的拍卖交易形态。卫生局也表示，会阁深入了解这2大市场的交易甲供应网络，规划安排快筛管理的机制，希望早一步准备，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